來關心天氣，這幾天呢受到太平洋高氣壓的影響，氣象署是表示講到拜三進前攏是好天燒熱的，也毋過拜四開始，因為這風颱米克拉是上倚近台灣，雖然講伊袂直接安尼掃入來，也毋過這風颱的外圍環流呢受到這個影響，基隆的北海岸、東部沿海也閣有恆春半島是有可能會有大風影的，所以提醒觀眾朋友大家特別注意。這幾天的日頭赤熱熱，氣象署講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，拜一到拜三攏是燒熱的好天，高溫會有36度以上，敢若部分地區會有短暫陣雨，也是雷公雨。在禮拜三以前來講的話，都算是屬於是高溫炎熱的一個天氣形態。我們可以看到，像是在整個西半部地區來講的話，都是可以來到35、36度左右。然後在東半部地區，則是在32到34度這樣的一個溫度。然後在外島地區的話，只是在30、31度這樣的一個溫度哦。那我們要特別提醒，就是說，像是在整個大台北地區以及中南部的近山區哦，還有花東、中部這一帶的話，都是容易會有36度、37度以上的一個高溫出現。但是拜四開始，受風颱米克拉甲風面的影響，就會變天啊。氣象署表示，各地落雨的幾率會較懸，要等到禮拜才會轉雨。那禮拜四的時候，隨着這個颱風最接近台灣的一個時候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，就是整個天氣上來講的話，都算是比較不穩定的一個情形。那包括像是在整個西半部地區跟宜蘭地區的話，都是容易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陣雨或是雷雨。那禮拜五、禮拜六的時候，雖然說颱風逐漸的遠離不過在這個鋒面系統的話，還是在這個台灣的北部海面哦，所以在整個天氣上來講的話，都還是比較不穩定的一個狀況，各地都還是會有一些這樣的一個情形出現。那只要到禮拜天之後的話，這個天氣上才開始會有逐漸好轉的一個狀況哦。氣象署預告，風颱米克拉可能會在禮拜二變作是強烈的風颱，拜四會往台灣上近。不過離台灣要是有400-500公里遠，發布海上警報的幾率較低。不過受風颱外圍的環流影響，拜二到拜五，基隆北海岸、東部沿海甲恆春半島可能會出現大雨，請民眾特別注意。記者顧耀基、林秀凱台北報道。